電影電視圈又有一位殿堂級巨星沒落，四哥謝賢今日不幸與世長辭，享壽89歲。兒子謝霆鋒同埋女兒謝婷婷亦喺社交平台發出正式嘅訃文，心痛證實爸爸已經平靜走完咗精彩嘅一生。隨住一代巨星落幕，外界最關注嘅億萬遺產分配亦隨之曝光。根據最新嘅報道，謝賢生前一早立咗遺囑，將名下超過1億港元嘅資產做咗出奇嘅分配。佢竟然將高達90%嘅遺產全部留俾張柏芝生嘅2個孫仔 Lucas 同埋 Quintus， 並交由柏芝代管，甚至傳出仲揾咗林青霞幫手做信託保管人。至於親生仔女謝霆鋒同埋謝婷婷，則只平分剩下嘅1成資產。據知四哥覺得仔女一早事業有成，反而最心痛前新抱一個人湊大一對年幼孫仔。呢次嘅安排被網民大讚溫馨又大體，而前新抱張柏芝目前雖然暫時未表示任何悼念字眼，但就被網民發現佢已經第一時間將官方社交平台嘅個人頭像轉為全黑，用無聲嘅方式向四哥致最深切嘅默默悼念。究竟呢一場億萬遺產安排你又點睇呢？留言理智討論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聽娛樂。